它的前身呢是物质乐园哈。那物质乐园拆除之后，阮地方就咧想讲要那个活化，所以呢，刚好它的位置是伫咱的庙的边啊，所以营造出来呢，跟庙的文化刚好是相符的啦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好玩好看的地方哈所以相信这个公园在这促进我们的宗教文化也好，促进我们的观光的经济效应也好，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针对跟我们妈祖庙对不对做一个共融的部分，那我们基本上是用它的太极的理念，配合现地的一些原本的一些设施，那可以营造一个儿童跟我们现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合的部分。除了这个中间这个太极的喷水池以外，那两侧有一些游具的部分，加上一些凉亭的部分，营造出一个我们妈祖庙一个庙会的部分这样子。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这是一个具有宗教文化意义又具有亲子意义的这个公园，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来这边。那最重要的是，它在庙方的全力支持下，在短短1年内就已经能够完工，克服了许多工程上的困难，还有地下箱涵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也感谢土城鹿耳门圣母庙他们从上上下下大家齐心努力，也感谢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那市府对于这样子安南地区也是土城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亲子悠游公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再努力。那感谢鹿耳门圣母庙，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0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北区大河里面基台北30栋的活动中心，在中央甲地方合作之下，开了7000多万兴建，总算正式启用。里面拢用欢喜入新厝的心情来到热闹。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到场剪彩。希望日后活动中心会当调享长期照护、儿童福利的目标来使用。位于中华北路一段的大河社区活动中心有3层楼高，伫中央甲地方合作开超过7000万，经过2档多时间，20号将伊正式剪彩启用，同时由市长角牌，场面盛大热闹。3、2、1，请剪彩！让我们用掌声鼓励发财！大河振兴观光中心，你的落成吉安一切都能够平安。大河里社区其他有一个属于家己的活动中心，已经超过30档，所以嘛，互地方以欢喜入新厝的心情来到热闹。30几档来他们最需要的一个地点因为我的活动大部分拢去把人借了所以说我在当里长到现在，我都尽量在争取活动中心落成后，我相信我的活动会做多因为我这个地点，我相信是台南市祥贺，因为我们耗资7000多万。会场伫民德高中热情舞台带动，甲开完国小人赛队的座阵演出，由市长亲自开门启用。面对全新有437平活动中心，将调向的目标使用。把我们年轻朋友所需要的一次到位。大家要出国的时阵，要去上班的时阵，烦恼爸爸妈妈会孤单无伴，可以来日照。咱的囡仔可以来我们的悠游馆。而且呢，平常时会带咱的特色公园来佚佗1楼是作为社区活动中心，2楼作为长照使用，3楼作为亲子幼儿馆，所以说可以是面面俱到，那满足了许多北区的民众的亲子、还有休闲、还有社区活动的需求。虽然活动中心用地歹找，工天费搁一直起，以大河为例，2档前原本1坪才16万，现在1坪对19万起跳，对政府是真大负担。不过黄市长就任规划50个活动中心，大河是第16个启用，相当难得。
所以局长表示，既然完成，就鼓励地方加办一寡活动，充分利用。事实上，用地部分都足歹找啦吼，上车就是用的公园内底，用15%的面积来做活动中心，原则上就是讲用地也无问题的话啦吼，经费部分市长拢会支持。大河活动中心落成，主要是北区第一座多功能活动中心，而且公所表示，大河公园已经争取到500万，要来兴建特色游戏场，让互地方相当期待。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伫大河社区活动中心启用动工，北区区公所特别邀请中老里长杨正雄，嘛是树林画家伊来举办台南人文地景画作以及怀旧相机的展览，加上鸟类生态摄影的作品，和活动中心一启用，就充满文化艺术气氛。为了庆祝北区大河社区活动中心的新厝，北区公所特别邀请中老里长，嘛是树林画家杨正恒来办画展，展出台南相关人文地景的画作，将一楼大厅重点甲充满文化艺术气氛，加上伊个人伫古早相机甲唱片的收藏，现场播送一首一首怀旧的歌曲，连市长嘛听下卡步来欣赏。这是迄个本科系，就是艺术出身的吼。所以我自从做里长了后，我就把这个艺术的物件要做伫我社区内底面。这伫这道大河社区的活动中心成立，因为这个空间也真大，我将我这个作品大约将近20外百个作品，才做呈现。会当甲这个这个喜气甲这个艺术的物件带领这个社区内底，让他们这个社区里面有那有声有色啦，更有活力。杨里长他除了是有里长的职务之外，其实他也热心于公益。他目前也在我们北区的正北坊的一个教室在帮我们公所在推行一些就是一些油画课程。那平时呢，他也会到其他跨区去做帮忙布展。这个是里长他在这一块着力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持续在做我们北区的一个环境美化，包括我们有一些电箱，里长只要我们公所开口，他都义不容辞的来做协助。他等于是我们北区的化妆师。大河社区伫市长吴伟霆以及立委陈廷辉，甲这议员小天和容易争取的活动中心，一启用嘛真无共款。除了用里长精彩画作甲收藏吸引民众注目，另外台江国家公园以鸟类生态摄影师所提供的作品，嘛拢相当有看头，邀请大家做回来行行踅踅。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菩萨的囡仔里蜕变，目前正伫台南7股录影当中。这部微电影将延续进前作品的感人故事，再次展现佛教庙会居士林课后辅导班的温暖甲关怀。庙会居士林林长吴文正20年前在七股区成立了国小学童课后义务辅导班，致力于帮助单亲家庭、隔代教养及清寒等弱势家庭的学童。多年来，造福数百位弱势学子，成为社会善行的良好典范。而庙会居士林的伟大事迹，也在2014年被拍成微电影《菩萨的孩子》，感动无数人。当时更被市府教育局列为善行教育的教案，引起社会许多共鸣。如今，《菩萨的孩子2》蜕变，也在近期正式开镜拍摄当中。菩萨的孩子那么已经迈入第20年。那么20年以来，我非常感谢社会上的一些贤达人士对我们课辅班的照顾。那么这个片子呢，最主要是表达我们课辅班一些孩子，那么在家庭上的一些困境，在我们课辅班里面能解脱他们的困境，尤其是他们的学业上。我们是扮演的学校的一个辅导的角色，来辅导这些孩子呢，能够在学校没有辅导完的课程，那么能够在我们课辅班里面来完成。主要是把这个片子能够在社会上能够大家来共襄盛举，能够把爱心
跟关怀孩子，尤其是单亲隔代特殊家庭的孩子，需要我们大家来一起照顾他，让他们有一个希望跟他们的未来。菩萨的孩子2由原制作班底回乡文创总监陈世贤监制，导演江彦良指导，并邀请到知名演员亮泽、安俊鹏、林巧媛、吴金泽、蔡香怡等参与演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剧本跟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是需要被帮助的，他们可能在比较没有资源的地方，或是他们需要外界的人一些帮忙，然后我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开心，也觉得很有意义。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制作，然后也很喜欢大家这么善心人士，然后帮助身边所需要的人。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开机，然后一起分享这个菩萨的孩子2，然后也希望把这个善心、这个善举、这个好的影片传出去之后，让发扬整个社会有更多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有很多人需要被帮助。开拍这天，花东纵谷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庄明豪也特别来到片场担任开镜嘉宾，也希望国人朋友一定要来看这部具有教育意义又精彩的微电影。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菩萨孩子第2集的开镜的仪式那我们地方的各界那包括我们的学术界跟我们地方的相关人士，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案子的一个推动那我们菩萨孩子由于第1集推出的时候，也受到各界的一个赞许而且我们第1集所呈现出来的每位的孩子呢，目前现在已经都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精英还有整个社会力量的一个共襄盛举，让我们能够呈现社会一个美所以我们第2集期待的是一定会比第1集还更精彩制作团队表示，影片以真实感人的情节，试图唤起观众对教育议题的关注，同时也能更了解课辅班的意义与价值。庙会居士林林长吴文正也特别感谢剧组用心创作、企业的赞助，希望未来观众能感受影片中传递的温暖与力量，并将这份正能量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讲到溜冰场，相信对4、5年级生来讲是难忘的青春回忆。现主时就有几位介意溜冰的人士，伫南高雄开了一间复古式的溜冰场。除了保留早期溜冰场的氛围，佮加入创新的元素，互前往体验的民众找回当年欢乐的记忆。不管是一个人溜、2个人一起溜，还是一大群人手牵手接龙式的溜，加上七彩霓虹灯的氛围，仿佛就像当年金王子地下街重生这样子的溜冰回忆杀，相信5、6年级生都还记得。由于早期社会保守，溜冰场成为年轻人约会最好的场所，常常一没站稳就滑倒，情侣便有机会可以握手搂腰，甚至手牵手玩接龙。当年曾经风靡一时，没想到现在在高雄竟然出现这样超复古的溜冰场，让看到的民众涌起年轻时的回忆，带上一家老小一起来体验阿爸的青春岁月。地下街，然后金王子，这溜冰场已经快20几年没有出现了。会回来溜冰场玩，就是因为要找我以前的回忆，蛮好玩，然后带小朋友来玩。今天是我爸带我来的，我之前都没有玩过，我觉得很好玩。相较时下年轻人，虽然少了念旧情怀，但是却充满了新奇感。再加上新潮 DJ 不时播放流行音乐助兴，还有这个新式波浪地板，让老旧的溜冰活动一下子就成为新时代的潮玩新乐趣。我觉得不错啊，玩起来还不错啊。多新的东西，然后比较好玩，然后很炫。在我们这种年纪，我们都没有玩过这种东西，然后就蛮好玩的。虽然说我不太会溜，就那个感觉，刺激的感觉，然后这里有波浪可以这样过去，我觉得蛮好玩的。好玩，就大家都牵在一起玩啊，这样也可以增进家庭感情。这样，在年轻的时候啊，高雄有蛮多的溜冰场的啊，像金王子啊和冰宫。那我们创立的一些股东啊，也是喜欢溜冰的一些朋友。那最主要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大家都在滑手机，那倒不如放下手机，一起来滑轮，这个才比较好。那希望各位父母啊，能够放心的让
小朋友来我们这个场地啊，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新手区，那第二个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娱乐。过去的溜友们准备重出江湖组团了吗？还是有年轻朋友想要体验接龙，和老朋友、新朋友一起牵手溜？来到这里只管穿上滑轮，要溜冰不要滑手机，重新挥洒你的青春回忆，体验不一样的飙风快感。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茶山是米糕大本营，时常传出民众饲米糕，或者是米糕抢夺学生食食的情形。所以高雄市农业局甲高山区桃园里，都合作组成米糕顺手队，向游客宣导禁止饲米糕，同时使用充电式的水弹枪来赶米糕。里长嘛希望成为全国示范区。但却有部分的议论，希望市府来协助。柴山猕猴滋扰游客、抢夺食物的情形时有所闻，但猕猴是保育类动物，人们不能有任何伤害性行为。为了减少人猴冲突，高雄市农业局与鼓山区桃园里合作，成立桃园里猕猴巡守队，向游客宣导禁止喂食猕猴，同时配备充电式水弹枪来驱赶滋扰性猕猴。桃园里目前共有19名成员正在受训中，大部分大概8、9成他们都是有本业工作嘛，他就是利用周六或周日啊，在你办公处在。大家这是在中山大学啊受训啊，大家可以相互揣摩啦啊，练习啦还有那个排班问题，透过这2个礼拜这4天的时间，大家来探讨排演成员还要经过2周的专业受训，才会正式开始巡逻。但是目前除了充电式水弹枪外，没有任何防护配备。李庆贤里长忧心猕猴攻击巡守队员，造成人猴共存传染病蔓延的情形。志工跟猕猴接触有没有什么防护措施也怕志工遭到猕猴的攻击有传染病。这是我很担忧的问题，也希望这些学者相关对猕猴有研究的相关学者能够提供宝贵的意见。虽有阻碍，但里长仍抱持正面态度，期望未来猕猴巡守队累积的相关知识，能提供给全国其他区域借鉴与模仿。我们现在是第一次是办示范的活动如果有那个成效，成果发表有那个成效，当然我们全台很多地方也有相似这种情形也大家共同来探讨研究找到最正确的方法。里长期望透过巡守队的成立，保护游客安全，也打破目前人猴共存的困境，开启柴山生活新篇章。记者李佳龙、吴佩珊高雄报道。基隆史上上悬的有心人补助将在7月上路。基隆市政府宣布好运成山的计划，包含有心人省减的车钱、营养品甲服装的费用。这个运期会当分2阶段来申请，每阶段补助1万块，总共会当申请2万块。鼓励市民安心生，放心吃。1、2、3，好运成山！基隆史上最高的孕妈咪补助将在7月上路。社会处长杨玉兴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共同宣布这项好消息。市议员何淑萍也相当肯定这项政策的推出，包含孕妇产检车资、营养品以及孕妇装的补助，最高可申请2万元。其实我觉得这样补助是够的，因为交通费然后保养品、保健食品、孕妇装，这些2万块其实是足够的，可以让我这一整个孕期都可以很轻松的可以买到保养品、保健食品，然后搭计程车、孕妇装。因为我其实怀孕之后胖很快，所以孕妇
妇装这点真的是非常让我心动，因为孕妇装就是其实其他县市都没有。那就像刚才处长提到的，其实孕妇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身材慢慢变得比较胖，所以其实身心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可以有孕妇装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那在孕期中对宝宝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孕妇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新的政策这样子。好，那你就带着你的妈妈手册，可是你还没有产检到6次，你立刻就可以去领1万元。1万元，1万元。好，那你产检，因为我们这个政策很重要，鼓励大家产检，一定要产检。所以你产检6次之后呢，你就可以领第2次的1万元。啊，如果说你现在就此刻已经8个月了，你立刻早就超过了6次的产检经验，你让妈妈手册有记录，直接去就领2万元了。对，我们欢迎所有领有孕妇手册、妈妈手册的朋友们，可以到区公所，然后带着你的妈妈手册直接来申请我们3项补助哦。第1项就是产检的车资补助，还有营养品的补助，还有制装费的补助，欢迎大家哦。非常感谢市长哦，照顾我们孕妇。淑萍在议会争取哦，就是孕妇在产检的时候能够补助他们车资。那现在呢，不仅在产检的时候补助他们车资，甚至在打疫苗的时候都一起补助喽。就是产检跟新生儿疫苗补助6000块，然后在我们照顾我们产妇的营养1个月补助1000块，总共补助12个月12000。然后还有让我们孕妇能够在产期能够美美的，然后补助孕妇装2000块。所以说，你如果是孕妇的话，拿着你的妈妈手册去申请，你就可以获得2万块哦。这是非常幸福的产妇。那也非常感谢市政府编列这么好的预算来照顾我们的孕妇。我们这一次呢，真的就基隆市政府也非常的贴心，那我们的谢市长呢，都各方各面其实都有帮大家想到了，所以刚刚包含所提出的3大层面。真的是基隆史上最高的妇幼的一个福利的这个金额哦，到了2万块哦，所以真的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可以更加的便利。所以你只要准备好你的孕妇手册、你的户籍资料，然后还有包含你的这个邮局存簿等等的一些这个资料呢，准备齐全，然后就可以到区公所来做申请哦。所以相信呢，这样子的一个便民的一个政策，然后也帮大家有想到了各方各面的一些这个补助的一个政策呢。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在孕育的过程当中，都不会觉得那么的辛苦。这项基隆好运乘3计划相关经费经市议会同意后，最快在7月1号起开放申请。涉及在基隆的孕妈咪们，只要带孕妇手册、户籍资料、邮局存簿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就可以办理。透过这次基隆有史以来最贴心的好运政策，来鼓励市民朋友们安心生、放心养。记者黄日升、陈淑萍基隆报道。轻铁和城市的交通变甲更加便利，不过附近却存在人行空间无够完善的问题。伫高雄三民区的 C26 甲 C27 站的附近，反向的人行道红砖破损碰起来，而且路阁无平，互行人真歹行。当地里长也指出，这就是C26站运量吊车尾原因之一。走起来，我讲实在，我会去走外面的柏油路，就是跟车子在那边争道这样子。因为不晓得今天别人走路是要看地上走路啊，不晓得到底哪边会去踩到。像今天还好，现在雨水，如果说雨一直下的话，你在踩红砖道的时候，它是会喷水出来的。有了轻轨，让民众交通变得更加便捷。离轻轨较近的人行道虽然都已经有整修，但在高雄市鼓山区的湾子里内，里民和里长都抱怨和轻轨垂直的横向人行道破损情形严重，让附近居民都相当困扰。顶山街就是大顺路以北的部分这一段的人行道，目前的状况就是坑坑巴巴哦，这边的使用者其实也是不少。那当然，我们有看到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大顺路沿线的人行道的改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其实比较多的使用者是来自于就是轻轨横向的这些道路，就比如说本里的顶山街、本里的民族路，
但这2条道路的人行道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堪用。对于一些残障弱势族群，或者是推着婴幼儿的爸爸或妈妈来讲，都是非常的不友善。附近的 C26大顺民族站运量也常面临吊车尾的现象。里长对此指出，这附近的人行空间崎岖颠簸，就是造成使用率低的原因之一。当然，在我们的民族大顺站是我们轻轨倒数5名内的使用率啦那当然，我觉得跟人行的空间有没有友善，我觉得当然也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可能那边的人行空间不好，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尽可能避免去往那个方向去做搭乘。那我在这边也强烈的建议我们市政府也要把横向的人行道、轻轨沿线的横向的人行道也要加紧做下一阶段的改善计划之一，让人本的交通可以更加的完善。人行道是民众日常生活都一定会使用的空间，将人行空间的舒适度提升，是公部门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未来这一段轻轨旁的横向人行空间究竟是否会改善，还需要等待市府的整体规划。记者朱金伟、周福清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